我哋公司咧今個季度嗰個業績咧突破咗我設定嗰5%嗰個界線嘅。咁樣咧，我希望我呢兩位經理咧可以俾出一個準確嘅方案去解決呢個問題。唔該。我嘅方案咧係大幅增加潛在客戶嘅數量，只要員工有明確目標方向。等等，呢個目標簡直係空中樓閣。其他廠商都喺度打價格戰，我哋需要差異化嘅策略，例如仿效其他地區舉辦輪椅馬拉松比賽。差異化需要數據支撐㗎。我建議按年齡分層抽樣，有兒童組、年輕組、老年組。你哋啲方案都聽落去好似差啲嘅意思。睇嚟要打俾陳顧問去問一個更加準確嘅方案啦。喂，陳顧問，你而家得唔得閒同我過嚟俾啲方案俾我哋研究下？老細，我到啦。嗱，即係光電嘅定位咧係市場補缺者。與其我哋同大廠咧去鬥呢個價格咧，不如咧就深耕呢個特別嘅需求啦。就好似呢個登山輪椅咁樣啦。其實咁樣係反而滿足咗某部分顧客嘅需要嘅。我覺得呢個方案唔係咁好喎，不如我哋送啲波鞋俾參加輪椅比賽嘅人啦。我覺得送波鞋唔係幾好，一啲新意都冇，不如整個快艇輪椅啦。阮經理咧就講到重點啦。我哋其實係應該喺呢個產品方面去進行改革。至於喬經理嘅目標咧，簡直不知所謂啊！你嘅目標啊，既冇量化指標啊，又冇時間表啊！一個正確嘅目標咧，就應該有呢啲元素嘅。首先咧就要具體啲啦，然之後要可能度，同埋要可以實現嘅，而且你係要相關同埋設有時限。CEO 啱啱收到研發部 send 過嚟嘅最新輪椅設計圖，就係呢部防水輪椅啦。呢個款都幾好喎。咁樣限你哋3個月內推出3種唔同嘅特色輪椅啦。咁樣其中一個就呢個啦，同時幫我同埋盡量提升呢個5% 嘅市佔率。個會就開到咁樣啦，大家都辛苦啦，咁就散會啦。